白话字基础教材。第一单元字母。第一课元母音。啊、伊、乌、诶、乌、请搁对我念一遍。啊、伊、乌、诶、乌、练习啊、伊、乌、诶、乌、I、凹、呀、U、य、微、哇、微、腰、Y。练习，搁对我念一遍。啊、伊、乌、诶、乌、I、凹、呀、U、य、微、哇、微、腰、Y。